怎么了？公主昏倒了。去看看。这御医怎么还不到啊？见过皇后。你怎么来了？客服让我看一下，公主殿下。公主没事吧？回皇后，公主并无大碍，只是受了一些惊吓，休养几天就好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不是那个云香容，说是奉了太后的命令，杀了公主最心爱的鸟。母后，平儿，你醒了。天幕道长，你来了。平儿，你没事吧？关关，平儿，你别难过，母后啊，一定让那个云香容吃不完兜着走。关关，不就是一只鸟吗？我让你六王叔再给你弄一只一模一样的来。一模一样的也不是关关了。不妨让小道一试。关关活了，关关活了。你这是又怎么了？还不是那个云香容？小小一个千户也能把你气成这样？他算什么东西？他今天居然当着我的面把你送给平儿的鸟给杀死了！他竟如此大胆！说是奉太后的命令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不对，这太后怎么可能跟一只鸟过不去？我也想不明白。太后平时很宠爱平儿的，不知今日为何要杀了她心爱的鸟呢？太后确实跟往常不一样，难道她是中了什么妖法？你是说太后已经不是太后了？倒言之尚早。那我们该如何是好？太后平日里最宠爱乐平，不如用乐平以看望之名去探一探。这不太好吧？你放心，乐平单纯、简单，对方不会起什么疑心的。好吧。谁？天牧童。进来吧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是为了乐平公主鸟的那事而来的。你天牧童居然会为了一只鸟？看来你对乐平公主也算是上心。乐平公主单纯善良，我不想让她伤心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那只鸟？我只是奉了太后之命。小蘑菇现在被抓到哪里去了？我怎么会知道？
他一定是被白衣巫师抓走了。师傅何时才能来救我？他们会不会弄死我？就算他们不弄死我，这么我也受不了啊！要么就凌辱我，要么就侮辱我，虐待我，太可怕了！这些人，不行，我小蘑菇大仇未报，我绝对不能死在这个地方，我不能。他被抓走了。他之前闻到了白衣巫师的气味，眼下小蘑菇失踪了，一定与白衣巫师有关。我又不是白衣巫师，你来问我做什么？你虽然不是白衣巫师，但你是白衣巫师的下属。太后刚刚下令杀关关，我可不敢去。平儿，你也是太任性了，说不定你是太久没去看太后了。太后啊，她生气了。你现在去看看太后，让她知道我们平儿有多么可爱，又惹人怜。说不定啊，她以后就不会再那么生气了。好吧，我去就是了。这才是我的好平儿。去准备一些雪花糕、蜜饯，还有桂花糕。太后最喜欢吃这些了。那我去准备一下了。去吧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从上一次你拿剑逼我出宫，我便有所怀疑。一个人的样貌虽然可以隐藏，但是他的武功套路、身手，根本没有办法掩饰。在御膳房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怀疑。可是，在宁妃寝宫再次交手之时，我已十分熟悉。之后我极力否认自己的判断，可是愈否认，就愈肯定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为什么还不动手？我对你下不了手。你们能不能放了小蘑菇？她是无辜的。如果我说小蘑菇不是白衣巫师抓的，你信吗？我信。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没想到你的意识还是这么强啊！你还是接着睡会儿吧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。等你的意识都消耗尽了，你还不是乖乖的听我的？你现在还有机会离开皇宫。我之前已经跟你说过，我在这宫中有许多任务，眼下还没有完成，不能离开皇宫。况且此时，白衣巫师已经不是我的对手。现在的白衣巫师根本不是以前的白衣巫师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劝？我可是为你好。如果你当真为我好的话，就应该跟我一起联手，把白衣巫师揪出来。他作恶多端，理应受到惩罚。而如此一来，你也算是将功补过。我是不会背叛我的主人的。还请云姑娘好好想想此事。告辞。快点！太后，乐平来了。太后，我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雪花糕给您尝尝。
您尝尝。太后，您要是没有胃口的话，就吃点蜜饯跟酸梅来开开胃吧。太后，您是不是在宫里待久了，容易生厌啊？不如我们出去散散步吧。您之前最喜欢带着乐平去逛荷花池了。好，要是您还感到烦闷的话，不如我们叫人来给您唱小曲儿吧。乐平，改日吧，我今天太累了。好吧，那太后好生休息。乐平先告退了。公公，在。我这几天身体不适，心情烦闷，谁也不见。是。公主，这不是回宫的路，跟着走就是了，不要多问。师父，你说了解这世间许多真情，当真是好事吗？天幕道长，天幕道长，公主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小蘑菇呢？哦，她有事出去了。哦，公主请坐。不知公主此次前来找我有什么事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来找你说说话。公主请讲。太后今天特别奇怪。她怎么了？我带了很多好吃的糕点去给她，可是她好像都不记得以前喜欢吃什么了。我记得她以前很喜欢吃的那些呀，而且我给她讲了很多以前的事情，太后好像都不记得了。以前她都特别疼爱我，对我特别热情，可是今天倒好像对我不理不睬的，好像巴不得我快点走似的，反正就是特别不对劲儿。公主，那你试想，太后会不会当真是换了一个人呢？啊？不知公主可有听过移魂大法？移魂大法？对啊，这是一种萨满的巫术，可以将一个人的灵魂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。什么？这么可怕？你别吓我。公主，我刚才说笑的，可能是最近这宫里怪事连连，太后也是日积月累，劳累过度，所以才会行事异常。公主你就放心吧。好吧，吓死我了。哼。母后，平儿，平儿，太后如何？虽然太后看起来是明显不一样了，可是天不道长说，也许是操劳过度所致。天不道长也去看太后了？这倒没有，是我去看了他。母后，天不道长也是的，跟我说什么太后中了移魂大法，说被换了魂魄什么的来吓我。哼！啊，平儿，太后最近操劳过度，你就别去看望她了。哦，罐罐，罐罐，平儿，母后也累了，先回宫了。罐罐，他们今天怎么都这么奇怪啊？还是你最好，罐罐。怎么样？
平儿说太后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还有，她听天墨童说，太后像是中了什么移魂大法，被人换了魂魄。我不管她太后是真是假，还是中了什么移魂大法，那半张仕女图确实就在她的寝宫之内。我们行动越快越好。地道已经挖通了，今晚就可以行动。
想跑，没那么容易。天木童，你逃不出我的掌心。出招吧！那我就当仁不让了。开始。I want to rock. Yo, I want to rock. Yeah, oh yeah, yeah, yeah. Oh yeah, let's rock. Oh man. Hot. 去结婚吧。结婚？我凭什么要嫁给你啊？我变帅了。洗衣、做饭、烧水、煮菜都是你的。啊！老婆，你碰到流氓了？流氓啊！混蛋，大混蛋！我是你老公。老婆大人，我回来了。滚！世彤，你是不是因为钱才爱上我的？你谁啊？你哪位啊？世彤，我们先吃点吃吧。现在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吃饭？我可以了解你吗？共同的敌人袁世彤。有人要杀你。你应该主动辞去龙鼎集团总裁的职位。为什么恨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帮我的人却越来越少？谁能告诉我这些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再不回头，黑道白道都容不下我了。那我要是干的断腿！事成之后，嫁祸的对分。你对云石彤只有任务，没有感情了？贵妃，你喜欢我吗？以后的日出都有你，对吧？不一定。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断手，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爱恨的漩涡谁破？若时光倒流，还能为你做什么？